台海是桃园庆祝发展嘅地方，台海嘅海讲嘅是台湾海，头摆用河水运送嘅方式，老鸦片嘅物产送到台土场，还有淡水出口到全世界。据说台海是桃园对外做买卖嘅重要地区，咪是庆祝发展嘅地方。大家好，我是本期浪漫台山县公路旅游杂志嘅梁路人杨小丽。台海阴天动力片，加上天时地利、奶肉冻皮，本台海嘅农业发展特别好。客家人係農業雜費，將稻米為生，用米做主要嘅食品。而他們除了吃飯之外呢，也會把米加入水之後磨成漿，做成各種的客家米食，手黑飯。單槍帶出門慶豐片，每週得4類包哦。而今天呢，我們來到大溪，這個呢是已經傳承到第3代，用傳統米做成的客家美食煮籠飯，就係大家所食嘅客家菜包。大家好，小丽小姐你好，你好。我今天要来跟你学做那个我很喜欢吃的客家菜包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对，好，来里面来。那这个料里面有什么啊？里面有黑猪肉，自己炸的油葱酥、虾米、香菇，猪油下去炒出来的。哇，这是山珍还有海味最主要是中药胡椒粉，吃起来提那个味道，会有一点辣。哦，所以条哥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句客家话，它叫做一碟半，它养3碗饭，就是说，因为菜包里面你看山珍海味都有，然后这又是米磨成的，所以其实吃一个菜包就赢过3碗白饭了。对，它的营养很丰富的。哦。亚个就是煮笼饭客家菜包，我来试看啊。中庸呢，它吃起来的味道咸咸，有点辣辣的，因为皮很 Q， 所以呢，在嘴巴里面融化呢，香气四溢，好吃。沙下來嘅台海烘天景點，咪同米有關係哦。李田豐老屋是保存當好的客家傳統建築。你看哦，這個白牆呢，碰上磚紅色的這個磚瓦，它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客家傳統建築的特色，非常的質樸，也非常的漂亮。我們走進去看一下。它呢是這個3合院結合4合院的一個形式哦，所以呢，代表以前這邊的主人呢，不只是從農，他也從官哦。用木頭做嘅門窗，還有動靜米嘅雕刻，讓人感受到濃厚的歷史氛圍。李屯芳除了考取舉人，又善於書畫，宅內有很多的書畫裝飾，值得細細的觀賞哦。感受到嘅台海嘅建築歷史文化高後哦，接下來我去台海老街，鄉下去食老街美食咯。台海過去因為河運發達、貿易興盛，所以造就了很多的商賈跟商號。那亞下起啲亞嘅和平老街，因為開發較慢，故說老屋嘅保留狀況未較好。妒忌嘅，鄉下去尋見不應嘅隱藏美食吧。你好，陀螺上菜。你好，哇，這個也太驚人了吧！條哥，這個是梅乾扣肉嗎？對，它專門就是以大溪陀螺下去做研發的一個美食，長度是400公分以上，不斷的一個豬肉。哇，那這個技術是不是要練很久？它屬於一個刀工菜。是客家菜嘅時節哦，都會送到阿妹，還有阿公阿婆，因為呢客家菜其實代表了一種對家的一種記憶跟情感，有拜嘅事情都會一點一滴的湧上心頭。離開台海之前哦，係唔係啲嘅上愛買乜嘅電路轉去啊？但係團上好了，來台海一定愛買豆腐乾。雖然平常時做些當無閒，不過我一定會尋時間出去行行啊。因為旅行對我來講係冒險，咪係從天。
我当中伊去感受老人嘅互动还有连结，要倾向爱去享受大自然嘅美景，本我嘅感动。我讲嘅也条伫台山县乡都有哦。上帝还较多台山县旅游嘅信息，做伫 QR code 看杂志嘅天字书哦。